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3验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防部本地要收专动法说引起民众议论，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身解说，强调无要让学生上战场。咱国内欠人严重，伫家己六卡一间两家场，搁再发生禽流感，3万外只两家，也搁有5万外粒人，全部拢要处理掉。日本生产的大症感冒药内面有可待因，这款成分伫台湾是劣管的药品，甚至验到会出现毒品的反应。国防部拍算要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改做是全民防卫动员法。外界伫咧烦恼讲，这战争的时阵会管制新闻媒体，和学生上战场。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亲身出面背会，要求国防部就要加做一寡沟通。法案伫预告了后，就会申请国防部甲伊摕落来，听候整合了后，搁再提出。针对着学生爱做找一个名单的部分呢，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已经发公文予各县市，也暂请资料上传。国防部想要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争议一直拖，即阵上慢来修法。国民党作为立委，对着修法管制新闻媒体，对报道访谈对象拢爱统计甲调查，接二互台湾家乡历史恐怖，以及甲学生杀上战场。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初三亲身来说明甲澄清。绝对没有要学生上战场，也没有要学生做武器，而且也没有新闻的潜质的问题。那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求国防部还有各部会呢，对于各界的建议呢，要好好的收集。我们今天也正式的行文给各县市政府，让县市政府来转知辖内的各级的这些学校，了解学校防务团编组的任务等。那这个名册，我们就继续留在学校备查，那么停止填报这个相关的资讯到这个整个资讯系统。中央立委一直认为专动法修法伤过凊彩，潘文忠讲已经正式行文予各县市停止资料上传，学生的名册留伫学校。陈建仁回应，法案有估计了后，会请国防部摕来。另外，新的草案有待整合各界意见了后才提出。专动法分做准备时期甲实施时期。国民党立委陈奕迅批评国防部拍算删掉准备这能力，改做全民防卫动员法来应付。既然他直接想要透过删掉2个字，就让它直接变成可以适用在动员实施阶段，这个在法制上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军管的授权没有规定平时或战时，这个就是有偷渡军方介入管制的一个疑虑，那形同类戒严，那到底是戒严还是类戒严？这个你要讲清楚、说明白。立委柯成万认为，专动法的修法方向甲内容、甲民防法以及灾害防救法拢有规范，各制定专法有重好的议律，也可能让政府抗被授权，让军方的权力扩张形成亲像戒严。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请政府调开公听会，邀请专家学者收集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经济新闻之前有报道讲，咱的国军有9成退役军官去到中国北京部出卖台湾。有民众因为不满国军互日本媒体侮辱，今日去到日本经济新闻台北分社门口破物件。警方目前有锁定一名40多岁查甫人，通知伊爱到案说明。针对这几年的强盗案，大部分是退役军官互中共吸收。有退休的军官认为，这问题是出伫咧对国家认同无明确。可能会造成未曾小战着先导航的局面，需要对部队进行武装输送。日本经济新闻台北分社门口初三，互人泼不明的水。有民众伫网络讲，因为不满国军和日本媒体侮辱，去现场抗议。警方锁定一个40多岁查甫人，捌出入日警办公室，要通知伊到案说明。日经报道讲，国军有9成的退役军官去中国卫生部并作强调。总统府、国防部到外交部拢正式否认。不过看最近强调案，大部分是退役军官互中共吸收，尤其是陆军正上校向德运，请军装签署导航承诺书。影响国军的形象，也是反叛重大警讯。经体中认为问题是国家认同无明确，部分高阶将领态度消极，根本无法度带兵。在军中思想的这种分歧会造成战力的分歧，到时候可能不战自降都有可能。我认为在政战这一方面要强化，政战非常重要的。他在军中的这种反情报教育，还有忠贞的考核，还有政治教育，还有我们几光日电视教学，都有多管道都不是，我不认为不是这个走马看花，要很落实到每一个人心里面。
张延定指出，国军即摆毋若需要新式的武器装备，爱国就是武装思想、强化保防甲监察，严谨主管的终身考核，避免变做中共的内容。面对中共认知战，避免分化民心，学者认为，袂当单方面为职业像讲军人来做分别，任何牵涉到国家机密工作，拢要特别细致。我们更不能变成推波助澜的一个推手，或者是像是主动去打探一些资料啦，或是等等的，或者是说在碰到这一种可能一个比较不实言论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必要去针对他而去兴风作浪，或者藉由这种新闻报道来做一些过度延伸的解读，这一些其实都是无助于国内的一个团结。那是安怎对抗假消息、偏激的新闻报道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学者讲，政府都要赶紧培会，结合民间的查证管道，培养个人正确的判断，强化心防。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北部欠卵的问题也未解决，今麦阁有两家场爆出禽流感，嘉义六卡有一间两家场伫2月底就鸡仔感染到 H5N1 禽流感，县政府接到通报了后，拜三甲36000多只两家来甲全部灭掉，而且连带57000多粒的鸡卵也要毁掉。外界就伫咧烦恼讲，这欠卵的问题敢会愈来愈严重咧。农委会表示讲，目前全国的两家超过3000万只。灭掉占无到0.1%，影响不大。工作人员拢穿红雨衫，入去饲鸡场，甲鸡一只掠起来。嘉义县六卡乡这间两鸡饲鸡场，2月25主动通报，鸡只敢若去喂到 H5N1 禽流感，送验了后，第2日确定。官府接报了后，拜三派人去扑杀两鸡，不过由于场内设施的限制，无好行，也增加这作业的困难度。3月1日，随即前往该场进行扑杀清场工作。由于该场是水帘密闭式，又采人道饲养，场内有很多支架，造成该场扑杀的困难。本次扑杀人力动用了70人力。被击杀的鸡只放归堆，全场36766只，24礼拜到125礼拜的两鸡，防疫人员用12点钟才完成作业，连同285箱，总共57000粒的鸡卵也拢销毁，避免两卡去喂着病毒，会稳重食用危机。外界烦恼讲疫情和鸡卵供应是更加严重。农委会表示，这场击杀两鸡数量敢若占全国总量的不到0.1%。扑杀的那个鸡只。大概占我们国内现在的产蛋鸡只数不到0.1%，因为我们现在产蛋鸡的数量超过3000万只。那不过产蛋鸡有扑杀，当然或多或少还是会对供应上会有影响。农委会讲，全台即阵每天鸡卵供应量超过2300万粒，分别来自中华、嘉义、甲屏东。而去年下半年出现禽流感疫情到即阵，全国总共击杀喂着两鸡大约560万只，甲全国两鸡也有鸡卵的总量比较，占的比率拢无到1%，虽然有影响，毋过无大。农委会也密切注意，因为禽流感疫情减少供应两鸡场，确保市场供应鸡卵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欠卵的问题，除了有对澳洲进口卵入来，农委会表示讲，阁有订到4批澳洲的卵会分配到位，下晡有上新一批36万粒已经到台湾。另外，今日也公布对4月初开始会启动家条改建补助，对学者预估讲会当提升1成的生卵率。前几天澳洲进口卵来救援，但是有人质疑卵的价销收悬，为什么唔是对东南亚国家来进口？越南或者是中国等，他们都是有打疫苗。那打疫苗的蛋呢，我们完全没有考虑。正经讲目标是向澳洲进口500万粒卵，农委会初三下晡表示，所内已经订到4批，搭批大约拢是30万粒卵。除了暂时用进口疏解欠卵，也决定3档开10.5亿来补助禽舍改建。有学者讲，若将传统的改造水帘式负压环境控制禽舍，通改善产卵率。其实传统的鸡舍，如果说提升为这个水帘式的一个鸡舍，它的产蛋率可以再提高1成起来。第二个，把我们传统的这些塑胶篮子改为用这个蛋盘的一个方式，运送过程当中的一个耗损或者破裂有1成。农委会表示，目前国内两家场规模伫5万只以下的占约9成，是主要的补助对象。鸡农的代表除了支持禽舍改变，认为嘛要连续进口，才通稳定需求。供应比较慢一点而已。现在而且政府现在很极力的
来我们这台湾这个缺口，从国外进口。农委会讲，轻车对开放式到非开放，上悬补助450万，水电负压上悬补助1000万。不过，土木处嘛表示，改建轻车一般需要半冬至1冬，不是大家家农拢有意愿会哪做哪调整。记者电话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真侪民众去到日本佚佗的时阵，拢会买真侪感冒药啊回来。不过药师也要提醒讲，其中有一种大症感冒药，日本的成分是有包含可待因，伫台湾算是管制药品，一般药局是无多买到。若准民众食了后，才有可能出现条例，甚至是喘气袂顺的情形。若去验到，甚至有可能会验出毒品反应。另外有一种止痛药啊，叫做 EVE， 因过有民众捌发生消化球架下不良反应，也呼吁民众伫咧使用时阵都爱特别注意。各种药啊摆满架，为少民众去日本佚佗，拢有去药妆店买物件现停。不过购买当时爱注意，有药师就提醒民众定定购买的日本版大症感冒药，食一粒镜头真紧就跌落来，伊内底有2氢可待因的成分，是属有鸦片类的止嗽药啊，若做验药，恐惊验出毒品反应。医生在开立非常严重的一个顽强性咳嗽的时候，医生才会开这一类含可待因的止咳药。在台湾一般处方的一些可待因的止咳药的话，最高含量也只有到5毫克，但是的话，在国外买的大正百宝能的话，我们发觉到它的可待因的成分是含到8毫克左右。详细看大症感冒药的成分，包含治疗细管血骨喘、起荨膜的盐酸甲基苯、加解热镇痛镇嗽剂。台湾做的甲日本做的相大无共，都是日本做的有台湾无许可使用的2氢可待因。是药署伫2017年把这个成分列做管制药，因为2氢可待因食了后，可能会食条例，也佫有呼吸压制风险。国内未满12岁的囡仔，也佫有伫市龄的妇人人袂使使用。若是身体出现不良反应，无法度申请药害救济，也佫有台湾人真爱买的 EVE 止痛药啊，专系咧拢有定定这成分，台湾也未核准使用，食了后可能出现不良反应。Arylisopropyl acetylurea 这种成分的话，它有一些轻微的镇定作用。那另外对少数人，它会造成血小板数目会减少，会增加出血风险。药师建议民众为国外买回来的药物，若是对成分有疑虑，会当去药局询问，以免食落去煞造成身体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在国内出现高主的本土病例了后，疾管署在召开专家会议了后，宣布驻高主疫苗对象，除了实验室的人员以外，也佫有一个甲确诊者有性接触以及着高风险性行为的人。感染科医生表示讲，目前国内出现传播链，会当认定做是已经发生群组感染嘛，这疫情调查也真重要。可能做高风险的人，拢爱注意疫苗。疾管署进前公布的国内第6甲第7个高株确定病例，分别住伫新德县甲高雄市，是咱国头2个本土高株病例。目前一条考虑25人，其中高风险6个人也未出现症头，爱持续监测到3月20。感染科医生黄立明提醒，目前高株疫情伫国内可能已经有规定效果，查清楚感染路线是关键。猴痘病毒不会突然从这个人身上长出来啊，所以如果有2个人被感染，这2个人一定都是分别被别人感染的。那所以呢，至少另外2个人感染给这2个人嘛，那另外那2个人又怎么来的？你再往上追，你很快就可以知道，应该是已经至少传几次的，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高株传染的方式是接触到感染者身躯有症头的皮肤，所以除了亲密接触者，若是做伙大的亲人、封闭的空间，做伙用困的物件拢有风险。疾管署召开专家会议了后，拟定高株疫苗注射策略，实验室操作人员拢会使自无限病毒培养者，另外新增加确诊者性接触，也加高风险性行为者。药物的部分除了原本重症患者，增加严重免疫不全，也加儿童患者拢会当用。那接种的方式的话，也经过专家的同意后，在18岁以上的成人族群，可以采用皮内注射的方式哈，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疫苗所需的剂量哈，可以节省到只要原有的1/5。那但是如果有免疫不全或是血足肿病史的话，仍然会采有原用的这个皮下的方式哈来接种。目前咱国高株疫苗总量有1100剂，约500份，注射实际规划做法，后礼拜1就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议会议长贿选案检方起诉，包括议长邱丽丽和副议长林志典在内计共10个人。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早起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就要依持过去伫咧做台南市长的时阵较悬的这个道德标准，要求正副议长爱因辞职。不过赖清德说是不敢回应。各位现场的贵宾朋友，对着记者询问，身兼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只是笑笑无回应问题。台南市议会议长贿选案，检方一摆起诉包含正副议长在内等10个人。对此，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初三召开记者会，呼吁赖清德维持过去做台南市长时期的高道德标准，要求邱丽丽甲林志典失去正副议长的职位，同时也告法院去提出正副议长当选无效的告诉。检调议长贿选案还没有被起诉的时候，你就拒绝进入议会，高达232天。你应该要维持你的高道德标准。人较济个人抢啊，还佫有执政的优势。咱赖副总统未来要总统的候选人，应该以身为党主席，应该针对这个事件安怎讲？对着国民党的批评，台南市长吴伟霆表示高有释怀的心理。这个是案件已经起诉了，那就交给司法院来审理。那任何人想假借中间的这个过程去攻击台南、攻击赖副总统，我觉得都是不好的。检方起诉了后，被收押将近2个月，民进党前党籍委计在钦这6名被告，法官裁定分别以38万块到50万块不定交保，6个人拢限制自居。而台南市议长邱丽丽也搁再发出声明强调，家己无贿选，起诉内容大部分是检察官家己所想象的，挑战用做犯意的连结，也呼吁肃心肃结，行为清白。对此，检方表示一切依法来处理。记者自综合报道。来看希腊的这个火车车乱事故，这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7个人。希腊的民众对铁路安全是愈来愈不满。在首都雅典，就民众抗议示威，也和警方发生冲突。这铁路工会也批评政府无对这员工无尊重，而且准备要罢工。示威民众向警方拼石头，警方是发射催泪弹，想要赶人离开。发生火车对撞意外了后，雅典街路继续有不满的民众上街路示威。希腊铁路公司伫雅典的中央总部外口，邀铁路工人工会伫遮抗议，要发动24点钟的罢工。不过现场相对和平真济，工会代表控诉为执政当局到铁路公司拢无尊重员工，才造成严重意外。Υπάρχουν ευθύνες και από την εταιρεία, υπάρχουν ευθύνες και από την Ελληνική και από τον ΟΣΕ και από όλες τις πολιτικές, από τις κυβερνήσεις οι οποίες πέρασαν τα προηγούμενα χρόνια, που ενώ δεν άκουγαν τα αιτήματα τα οποία επανέφεραν κάθε μέρα, κάθε μήνα οι εργαζόμενοι για τα μέτρα υγείας και ασφάλειας. 希腊当地时间2月28暝啊，发生2列火车对撞，其中1列火车载差不多350个乘客。救援人员规暝工作，伫被烧去的车厢内底找找遇难者。上艰苦是无法度挽救性命，甲人找回遗体。失踪乘客家属心情也真艰苦，目前还有10人下落不明。希腊已经进入3天的全国哀悼日。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αλλάξει κάτι σε αυτό, το γνωρίζω. Σας το ανακοινώσανε, δηλαδή είναι σκληρό να μην μπορείς να πεις, το γνωρίζω εγώ. Το θέμα είναι ότι απλά κάτι να γίνει για να μην ξαναυπάρξουν 4 τέτοια θύματα. Παιδιά πληρώσανε 50 εισιτήρια θανάτου. 事故地点的拉里萨火车头的59岁站长，互人控过是杀人罪被抓。随即出庭时阵，耶律师表示，站长承认应该对事故负责任，也暗示站长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Έχει αναλάβει το μερίδιο της ευθύνης που του αναλογεί, στα πλαίσια της ευθύνης που έπρεπε να έχει και έχει, αλλά από εκεί και πέρα αυτό που προς το παρό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πούμε είναι ότι δεν πρέπει να επικεντρώνουμε στο δέντρο, ενώ πίσω από αυτό υπάρχει ένα ολόκληρο δάσος. 希腊交通部长已经为这事故负责落台。政府官员强调，希腊经过后继金融危机，批评实施溯源政策，地区政府迟迟无法度对铁路安全做出充足的经费投资。美国总统拜登透过推特发文，对事故的死伤者表示哀悼。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
Harry 王子甲梅根这两个翁仔宝退出英国王室了后，本地住伫咧别庄内面，即马这间别庄也互收回去啊。英国媒体报道讲，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伫 Harry 出册甲王室亚高管的第2天，就下令要因两个人搬出去，这显示王子甲王室关系变佫较歹。I don't know how staying silent is ever going to make things better. 英国王子哈利伫今年1月初10出版回忆录，地位进前，我接受媒体访问是正大方在讨论。伊伫册内面讲，因阿兄威廉王子是捌甲拍，两个人嘛捌联手反对因爸爸和卡米拉搁结婚。哈利强调写出真相，毋是要出卖厝内人，但都是想要互关系变较好，但结果煞毋是安尼。英国媒体报道，新册出来第2天，英王查尔斯3世就决定讲要甲伊和梅根伫英国大的弗洛格摩尔别庄收回来。因翁仔某的发言人嘛已经证实这个消息。伫王室的温莎领地这间别庄是1792年起的，本地是一点过身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送互哈利结婚的礼物。伊当初王室真感慨，代表8000多万去装潢，但是因带无一档，就搬去北美。即马大个所在嘛无啊，外界关心哈利敢会去参加加冕大典。There's a hierarchy of the family. You know, there's leaking, but there's also planting of stories. 伫出版新册之前，哈利翁仔某嘛有接受节目的访问，佮推出纪录片，一直对外讲因伫英国王室是受到真侪委屈，但是公开个人和家族的厝内底，虽然互因趁真侪钱，煞嘛互伊和王室的关系到史上上歹。另外，这间别庄互查尔斯国王收回来了，传出讲伊拍算互牵涉到男女关系歹代的弟弟安德鲁王子来带。王室新闻张回并编译。美国国务院宣布，上届新的一批对台军售案有金额189亿台票，继续加强挺台湾的力头。针对着台海局势，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表示，虽然要阻止中国伫咧2030年进前入侵台湾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不过伊相信会当做甲到。美国联邦参议员苏利文认为，全球有9成的先进晶片拢是对台湾出产，台湾若准去互占去，可能会害全世界经济损失超过美金2.5兆，许各国就要亲像美国规划制裁法案来警告中国。美国国务院宣布上新一波对台军售金额达到189亿台票，内容包含 F-16战機、飞弹、军火甲相关的设备，继续加强支持台湾。The types of munitions are the kinds of munitions that will allow Taiwan to continue to modernize their fleet of F-16s. 因应台海局势情况，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讲，虽然阻止中国在2030年进前入侵台湾无简单，不过相信做得到。美国联邦参议员苏利文是认为，全球9成先进的晶片是伫台湾生产的。那台湾沦陷，恐惊造成全球的经济损失达到2.5兆美金，呼吁各国学美国制定制裁法案阻止中国。I think it's doabl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hard, but I think it's we're getting after it with urgency, but also with confidence that we can do it. To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y, if the most advanced chips in the world were not only taken offline, but possibly in the control of one of our biggest adversaries. The State Department recently came out with an assessment that they thought the number would be about $2.5 trillion.而最近，中国两侧攻击南海南南赴南海、西太平洋这海域完成头一摆远海训练，继续威胁台美。国防部公布，初二早时6点到初三早时6点，总共侦察到解放军机9架次，另外3架次解放军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是继续严密来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无人机冷却研究平台分析各国无人机这个运用指数，台湾排名是排世界第3名，代表台湾开发无人机是真有优势。当咧拍拼打造台湾无人机国家队的阿创中心，要和法国产业合作，甚至和这个国际航太业宣布了交易平台签订 MOU， 和台湾产品会当透过平台行销全世界。加上真济国家拢想要冲破中国的红色供应链。台湾的无人机会当达到这款的好时机进入国际。
网俄战争让世界看到无人机伫战场的重要性，商业智能研究平台以实用性和空隙整合等6项参数来分析各国无人机准备好未的指数。结果，英国和澳洲做伙做第1名，台湾是排第3。家己成立无人机国家队的阿创中心，嘛要和法国来合作，等台湾优势。台湾的法规环境目前还走在就是比较严格了哈，那其实是需要被松绑。要不然台湾其实它的 IT 技术啦，5G 啦、AIoT 这些 IT 技术其实很强。江志伟讲，有和国际航太业原物料交易平台来签合作的意向书，台湾的产品就会当透过平台卖去全世界。虽然讲中国目前是占世界多数的商用无人机市场，但是治安的问题一直让大家有疑虑。国际若是想要来阻挡红色的供应链，这对台湾的无人机去到全世界是真有利。但是澳洲的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嘛警告，中国第44项关键新技术有37项是拢赢美国。美国也认为说，中共也在这个运用这个 AI 技术，发展一种所谓的多领域精确战，找寻美国在联合作战方面的这些漏洞，然后从中间加以突破。学者分析，美国早就注意到中国有可能把 AI 的技术摕去研发武器，目前台海的局势真紧张，台湾需要更加强化无对等的作战，结合咱优势的无人机技术，抗日人工智慧，让咱的无人机、咱这武器唔免人为的操作，就会当变作部队的战力，会当更加有效来逼退中国的反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新上任的副市委长吴湘玲3月初一上任，做无2天就去互调离开职务。陆军司令部证实讲，这吴湘玲在做中正有效校长期间，涉嫌无正当使用行政事务费、违规使用公务车等证据，互人检举。目前先调去做陆军司令部小将委员，听候调查。针对总统蔡英文的动态，总统府市委长3月初一进行移动，原市委长卢坤修升任陆军特别军团指挥官，由原副市委长李庆连升任，并且接任中将。副市委长的职权由陆军第6军团参谋长吴湘玲小将来接任。不过吴湘玲就任2天，就因为真侪攻击甲批评的批函，互调离现职，创下副市委长任期上低纪录。最后，校长要将国家责任、荣誉的信念送给毕业班所有同学。吴湘玲108到111年担任中正有效校长，因国被检举期间，监牢技术涉嫌不当使用行政事务费、违规使用公务车，也有论文技术抄袭的证据。陆军为了确保这人事做计划认真，赶紧来调职。本部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建请先行注销调任总统府副侍卫长的命令获准。吴少将已经暂调陆军司令部少将委员。陆军司令部强调，会依照调查结果办理后续人事作业。官员表示，市委室是总统府一级的单位，副市委长虽然只是小将，不过对内爱督导总统警卫室的训练甲防疫，对外是安全的规划。这代志牵涉总统警卫室的形象，必须爱谨慎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伫咧做立委的时阵，涉嫌收乌西钱6300万，这桩官司还阁在进行。不过收钱的行为敢算是贪污咧？判决的这个法律见解拢是无共款的。昨最高法院大法庭就做出裁定，认定民意代表只要符合甲职务有密切牵连，而且形式上有公务活动性质，收钱办代志就算是贪污。负责任益世案件的这个合议庭，今仔日评议了后，也依照这项见解专案撤销，发回高等法院进行。牵涉到财产来源不明，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入监服刑1年了后，已经得到假释出狱，伊的官司也未算。较早担任立委期间，涉嫌向前甲拉业者收6300万，加中广电国营企业施加压力，得到契约。专案91年最高法院初3撤销原判决，发回更审。第二审判决认林益世关说、请托及施压等行为，并非属于民意代表职务上行为，所采的判决标准有违本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号大法庭裁定的统一见解。
一审采法定职权税，公务员以职务权力恐吓得利等罪，判处林益世7年4个月。二审该采实质影响力税，以贪污治罪条例论处，判决13年6个月。到高等法院经一审，各该以公务人员职务权力恐吓得利罪，判刑4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了后，这届的法会经审，大法庭初二做的这项裁定是关键。不论所为是否在上班时间，或是否在公务场所，也都属于贪污治罪条例收受贿赂罪的职务上之行为。林益世行为是不是构成贪污？过去有争议，也和各级判决的法律见解无同。即马大法庭统一见解，认定民意代表只要收钱办代志，向公营机构人员讲情拜托施加压力，就构成贪污。林医师这个案件可能会之后后续发展，可能就是会朝就是重判以贪污治罪条例重判的方向前进。不管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内容有关，都有可能是职务上的事项。对于那个律师啊，或者是答辩来讲的话，确实是会造成比较困扰的地方。那林益世案件，像讲跨党派立委收红包案件，即马也搁伫二审审理，这种案件将来拢有可能受影响。尽管有律师认为，这个裁定扩大贪污治罪条例的适用，不过对上新的裁定公布，会当避免法律的见解无统一。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工业区今早起熊熊失电，这停电半钟，工厂生产线是无度运作，损失是真歹算。经济部工业局调查了后，发现不是欠电，是台电的施工人员看唔到班表，甲这停电的时间发唔对。不过台电也补回讲，是有60户的停电通知单发不到绕沟去，日后会减少电钱当作补偿。工人甲床单送入机器互洗，另外一边加派卡手赶紧捂边，因为南投第三工业区初三早是9点，熊熊来停电，这间洗衫工厂产线全面拢停落来，等到10点半左右才复电。工人互这烧气达到工作温度，还阁等半点钟。头家讲从来毋捌拄到这种的情况，下晡是赶紧来赶熄，损失只能压伫个估计。啊，你是讲总之，阮兄烧啊，即摆停电啊，就爱绕角去啊，绕角了，个电阁开落吼，就爱个调拢，迄种蒸汽龙桥爱半点钟安尼啦，来回时间差不多1个小时啦，论真的损失啦吼，伊毫无预警安尼吼，就是这也毋捌拄着啦。另外一间雨伞工厂也是早时拄到停电，不过进前收到的停电的通知，明明讲是下晡才停电，互规个工厂未会准备。突然间9点多就无预警的停电。就本来公告是说下午才会停电的，就是一切都没有准备，它就突然停电这样子。经济部工业局南港甲第三工业区服务中心讲，这摆停电是台电减少线路甲供电的设备，停电的时间原定初三下晡1点到2点，不过施工人员敢若看唔到班表，造成停唔到时间。不过台电公司否认无预警停电，也是时间的疏失，强调是检发这停电的通知单，造成第三工业区大约60间工厂受到影响，感觉真失礼。当初在发停电通知的时候呢，有漏列了大约将近60户左右的用户没有通知到，我们会按照营业规章给予这个停电的一个扣减。工业局甲台电公司讲法无同款，唯一确定的是工业区向阳停电，行业者损失难以估计进入万元。台电讲会召开专案会议来检讨，继续按照营业的规章，和厂商扣减电费来补偿。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改变这过路人的地角这款歹名声，交通部打算要串联各部会进行用路环境改善计划，初步锁定400多间学校附近。这车路环境若准备好，才会甲县市政府合作来改善。另外，顶仔卡也是人行道，互人占用，或者是路面设计不良，也会透过执法和工程智慧来改善。人行道顶悬有乌多摆、雅士桶，甚至还有单的椅啊，拢踩伫遐。一大堆障碍物，尤其对塞轮椅的是真有感觉。机车啊很多啊，还有那个杂物堆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啊，就很容易你推到最后，你要再下去大马路走啊，会跟车子争斗啊。针对人行道和顶仔卡防占用，交通部表示讲，会透过和22县市的地方政府的道安汇报，要求加强把这障碍拢清掉。交通部嘛做年度评鉴，所行卖的嘛会透过工程补助来改善，尤其是学校边仔的。家长
停车处那边让小孩下来，所以其实前面是还好，但是车的确还蛮多的。大概有400多个学校哈，就是我们发觉它的周遭的环境比较差哈，要做一个整理，会跟这个县市政府来合作，不遵守礼让行人的部分哈，已经跟警政署都没有讨论，大概会有一波的这个宣导跟执法。其实伫遮侪学校边啊，拢已经有特殊蓄水的斑马线，有指定时间限制大车袂当入来到学校头前的大马路，来保障学生的安全。但是伫学校边啊，同款嘛是有车无要让人的状况。交通部会含警政单位针对这来加强执法，希望洗清行人地狱的歹名声。记者综合报道。2年前，高雄的凤山国中有一个细娘的查甫老师，因为徛伫路边指挥交通做导护，束缚轿车弄甲断伤。去年9月，高雄市教育工会甲校长协会签订团体协约，老师免搁再做导护的工作，虽然引起职工反弹，因为职工认为讲因同款爱享受到尊重甲照顾。教育局表示讲会加强职工的保险，也会提供保休奖励，互愿意徛导护的老师。手提机啊，引导学生过马路，学生看到移动化校长好，高雄中央国中的校长亲身来做导护人员，希望安尼做会使鼓励更加多老师愿意做学校导护工作。希望以身作则，然后提振士气，把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来。2年前，高雄凤山国中4年的女老师导护时，互弄一重伤，造成真侪老师无啥爱做导护的工作。高雄市教育工会伫去年甲校长协会签订团协，指出老师甲校长敢若应该负责校园内底安全。各校它可以订定它的一个导护的实施计划，那这里面到底谁要进来，那就是由各校决定。老师提出有部分的职工不满，警察烦恼讲职工歹招募，无够人用轮值。在招揽志工这一块，的确也是蛮辛苦的。那这是我们担心说，而后10年、20年后怎么办？怎么预备当初那么久，整天我们给老师撤退，安尼比对家志工妈妈情何以堪？因为中央无具体规范老师执行导护的规范，市府表示经由家长这方式鼓励老师来加入，给予老师补休、续奖奖励，来鼓励老师参与导护，共同守护学生上放学的安全。特殊步行地区的划定啊，包括国小、国中特别安全防护的这样的地区呢，做一些在条文里面做界定。学者也建议制定特殊条例，甲学校边沿这所在立管来保障行人的安全。市府也强调继续关心校园周围的环境，也无摆脱经由科技的执法，降低用路人违规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宣布，台北市公办都市更新7599专案计划正式启动，其中公办都更按受理住户的意愿标准，对90%降低到75%，而且引进民间有专业技术的团队来协助市民推动都市更新。普设的态度看起来真久，伫大安区精华地段的信维整体已经去50年啊，国家自相使用复杂，地属多景的整合卡关，部分住户烦恼维持生活1楼店面也痛除，生活会有严重影响。不赞成，因为他们要跟我讲说以后后续要怎样做啊？你这样都要猜到他生活会从哪边来？阮店面的是希望讲，若讲去搁改建的时，同款有店面员，阮会当做小生意啊。为了加速都更脚步，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台北市公办都更7599专案计划正式开始，提出3大创新加达服务，希望会当加速都更的效率。大省都是第一阶段住户整合意愿的条件，为完成90%降到75%。再来第2阶段，联合民间专业团队协助方案评估，若做住户意愿有90%，就会当进入1阶段的模拟选配，选配率达到90%了后，就会当进行后续的招商审议。到90%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到70%。其实我们的了解实际状况是很多的住户他并不是不同意，而是他并不了解，或者说他在观望，所以我们让政府及早进场，还有专业的技术团队。蒋万安基地表示，信维整体住户意愿已经挖近81%，公租西边的都更案嘛整合到86%，不过离90%拢还有一站啊。即马7599计划上路，这个方案就会当随适用，进入到后1阶段。针对第1阶段条件放定，专家原来真赞同，嘛提醒市政府爱做好人力的配置。
都发局或都更处他们相关的人力等等是不是足够指引？如果把它放宽之后，有更多的计划进场这件事情。专家认为，除了点现主动意愿的社区，政府优先进场以外，嘛应该针对较危险的海沙厝顶、较有级别性的建筑物，采取积极手段来加速处理。两种方式做伙做。记者综合报道。有112年历史的台中市役所，经过1年外整修，外口呢是保留本地建筑特色，内面的设计有改做这欧洲风格的艺文空间甲餐厅，1月中已经重新开幕，咱做回来看卖。日头光为茶座的窗仔门照入来，恬静的空间呈现出优雅古典的气氛。这毋是咖啡厅，也毋是图书馆，是重新开放的台中市役所。这个日本时期所起的建筑，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市府甲营运团队的整修，即卖已经有全新的面貌。在1楼有阅读、共读跟艺文展演的空间，那么在2楼，他们弄一个给意式餐厅。一个这样子的古迹应该具有公共性，所以它应该要让大家更容易亲近去认识它。营运团队保留台中市役所原始的建筑风格。白色的外观看起来真气派，整修后的1楼正做艺文空间，不时会办各种展览，也有放无共主题的册，甲一寡有特色的物仔。2楼改建做餐厅，邀请米其林餐厅的台湾总铺师，结合各地文化，设计充满故事的料理。3楼保留开放的空间，让民众会当四界参观。包括州厅。包括大屯军医所，包括刑务所关社群，它会是一个起马炮，让整个中西区打响这个活化再利用。除了市役所附近的台中酒厅也完成第1阶段的整修，市府按算结合市区内的这寡旧建筑，透过整修重新营运，佮加上各种艺文活动的举办，希望会当佮展现台中旧城区的观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今年伫咧新德馆举办，昨是主竞赛的头一天，却传出讲网仔球的比赛场地可能是人工草埔铺无平，刷的量也无够，造成几类选手脚去转着。昨受伤的选手脚去转着，连行路拢爱别人扶擦。另外一个选手把在早起的比赛中，因为手地问题受伤。因为他撒，他没有把它铺平，它就是摩擦力比较小。可以用滑的，但是到没有沙的草坪那边，我就突然停住，就这样滑，然后脚腕就是这样滑出去，然后就这样拐到。我发现到这个主办方非常不用心哦，因为他在比赛前1天我们还看到照片，第4面场地居然还没有做好。昨昏受伤的选手原本要利用这摆比赛成绩保送高中，却因为受伤严重，只好退出比赛。应该是在比赛的前1天。就是才铺设好，对，那也不确定是不是有完成所谓验收的程序啦。申办这摆比赛，新德县政府表示，选手受伤原因主要应该是刷出的量无够，而且包厢赶紧改善。因为这一次我们选手扭伤的部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铺沙不足的部分那我们这边也要求竹东镇公所还有。我们的竹东跟镇公所的包商，还有我们的监造建筑师在比赛完后一定要去留下来，把场地做好铺沙的动作。学生辛苦练习准备比赛，即马却因为受伤影响成绩。学校方面要求主办单位除了爱负责医药费，而且将受伤选手的赛程延后，保障选手的权益。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白色恐怖受难者陈列伫今年新出版的回忆册《残骸组》，甲坐监期间便讲后天的记忆展现出来，带观众朋友做回来感受。互人惊吓，就是极权统治的重要基础。政治受难者兼散文作家陈列今年新出版回忆册《残骸书》，记录伊坐监期间的见闻。伊讲回忆是伤人的。所谓的回忆是很伤人的。但这种回忆呢，不是回忆到我自己个人而已，回忆到其他人，回忆到一个时代，回忆到我们当时的历史是怎么样走过来。那是对我而言是一个
很大的折磨痛苦。但咧表示会将册名号做残骸，是因为受咱记忆藏伫心内上久，对唔敢讲，到唔知要安怎讲，迄款心境的变化，渐渐互记忆变做破碎。想要转做文字写落来，煞忽然间杀无踪。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向阳认为，残骸书详细讲到家家的环境甲受刑的情形，望现代人有警觉。所以这本册内底有真侪火，有真侪目屎。我认为咱伫这个21世纪的今仔日，搁定回头去看20世纪的白色恐怖，会当互咱一寡警觉。台湾爱搁较自由，搁较有人权。咱对咱的子孙才有交代。记录白色恐怖的残骸书封面特别用白纸设计，而且册内无分章节甲目录，望读者对陈列甲当期受难者感受迄款破碎的生活记忆。记者麦上英曾准由台北报道。埃及古文物部门的官员初次伫咧4500年历史的吉萨大金字塔头前召开记者会，宣布伫北边的入口顶悬有发现到一条9公尺长、2公尺宽的秘密通道。这条通道真有可能是用来减轻金字塔的重量。扫描金字塔研究团队的考古学家，初日伫吉萨大金字塔前设大荧幕，播放以6公里宽的内视镜翕到金字塔通道的画面。这条9公尺长、2.1公尺宽的通道，伫大金字塔北边主入口顶悬7公尺悬的所在。这个所在有石头做人字形结构，画面显示内底有石头做的壁，也有半圆形石头的天棚。因是伫2016年首先利用标注成像术侦测到这条稳重的通道。أغلب الظن هذا الممر أو هذا الكوريدور لتخفيف الأحمال. هل عندنا أمثال واضحة لمثل هذه الممرات؟ طبعا هرم ميدوم في ممرات لتخفيف الأحمال ولكن السقف مطبي. 有176公尺悬的吉萨大金字塔，差不多是西元前2609年至2584年起的古埃及第4王朝的古夫法老统治期间。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建造完成前，大金字塔一直是人类最高建筑的纪录。2017年，科学家也捌伫古夫金字塔内部发现一条封起来的通路，一个30公尺长的空间。著名的考古学家哈瓦斯是讲，这个重大发现有助公开古夫法老的墓仔，甚至还佫伫咧金字塔内底的真相，而且佫等几落个月就会当了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2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1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